行喺香港街頭，你有冇發現熟悉嘅本土老字號正喺度一間間消失，攞而代之嘅係滿街嘅內地連鎖店。今日呢條片，我哋就嚟將香港餐飲業面臨嘅生死存亡徹底講清楚。睇完你就會明點解我哋熟悉嘅港式煙化氣正喺度流失，以及喺呢個大洗牌嘅時代，未來嘅香港街頭到底會變成點樣？以前落樓就食到嘅嗰碗粥，買到嘅嗰件餅，而家可能想食都揾唔到地方。大家稍微留意下最近嘅新聞，就會發現情況確實好嚴峻。首創出冰皮月餅嘅大班麵包西餅全線結業，名都酒樓喺門口貼咗停業告示，就連開咗33年嘅海皇粥店都靜雞雞拉咗下鐵閘。呢啲老店鋪曾經用味道串起咗我哋幾代香港人嘅生活記憶。以前老人家帶住孫仔孫女去飲早茶，打工仔放工去食碗麵，大家習慣咗佢哋嘅存在。但經歷呢幾年嘅時代變化之後，佢哋正喺度漸漸退場。而家老字號呢3個字唔單止聽落令人覺得沉重，喺現實面前亦都顯得非常脆弱。就喺呢波打店潮入邊，有一間被大家評為最驚佢執笠嘅店，亦都突然發咗一份公告，宣布即日起暫停營業。呢間店就係炳記茶檔。好多街坊睇到消息，心入邊咯噔一聲，唔通炳記都頂唔住要結業？呢間茶檔由上世紀50年代就開始營業，坐落喺獅跛街2棟舊式唐樓之間，係目前全香港僅存嘅17間大排檔之一。佢冇正規靚麗嘅門面，亦都冇冷氣，就係露天嘅綠鐵皮小店同狹窄巷仔入邊起嘅簡陋小屋。過道入邊隨意擺咗幾張台。最早嘅時候，茶檔只係賣奶茶同多士，專門做街坊生意。後來因為味道確實好，加上不斷推出特色菜式，慢慢吸引咗四面八方嘅人嚟品嘗。由70年代起，炳記開始提供即食麵、奶茶同咖啡呢啲最地道嘅港式美食。特別係佢加嘅豬扒麵，因為口感風味獨特，變咗招牌。仲有被外國媒體認證嘅香港4大奶茶王之一嘅港式奶茶，師傅用異國茶葉配上全脂淡奶，專注一個茶壺沖泡，每次精準沖出7杯，味道濃郁，變咗食客們必點嘅心頭好。呢間店唔單止街坊中意，連陳奕迅都係常客，成日被影到喺嗰度食飯，有文化底蘊。有明星推薦，平時客流根本唔使愁，甚至成日爆棚。按道理講，咁樣嘅店唔應該缺錢。後來茶檔負責人出嚟澄清，話其實唔係結業，只係暫時停業。原因係真係請唔到夠人手，等請到人就會重新開張。呢個就引出咗而家香港餐飲業一個非常矛盾，亦都係非常致命嘅痛點。老闆們日日嗌住招唔到人，但另一邊，社會上嘅失業率卻喺度持續上升。政府公布嘅數據顯示，今年5月到7月，當地失業人數達到咗145000人，其中餐飲業更加係重災區，失業率攀升到咗6.4%。明明有人冇工開，店入邊卻缺人手。歸根究底，就係當下香港餐飲業嘅工作太辛苦，待遇又有限，每日企10幾個鐘，賺嘅錢卻跟唔上物價上漲嘅速度。年輕人越嚟越唔願意踏入呢一行。除咗人手緊仔，香港餐飲業仲有2座大山壓喺頭頂，高昂嘅租金同不斷加價嘅食材，生意難做，幾乎變咗全城老闆嘅共識。面對各項成本挑戰，好多餐廳嘅利潤其實被壓縮到得返2%左右，完全係喺度艱苦硬撐。近年嚟，一早就有一大批餐廳因為抵受唔住呢啲高昂嘅成本而關門大吉。例如有92年歷史嘅蓮香樓，喺今年1月份就因為撐唔住結業咗，租金一直升，人工一直升，物價亦都一直升，本地餐飲業大洗牌，真係只係時間問題。好似炳記茶檔呢啲老字號，係香港飲食文化入邊非常重要嘅一部分，亦係大家味蕾上嘅記憶符號。而家老字號退場嘅現象越嚟越普遍，炳記嘅放大假只係成個行業困境嘅一個縮影。好多老店而家面臨嘅係客流量稀少，營業額大幅下降，每日都喺虧本邊緣試探。然而，
就喺香港本地老字號艱難求生嘅時候，街頭嘅另一番景象卻令人深思。而家嘅香港街頭正喺度被內地餐飲品牌迅速佔據。通關之後，北上揾食變咗好多香港人嘅週末日常，高性價比、好服務，加上多樣化嘅選擇，令內地餐飲極具吸引力。唔少原本喺深圳瀕臨倒閉嘅餐飲店，甚至因為港人嘅強勁消費力被重新盤活咗。但喺香港本地餐飲業嘅冰火兩重天卻越演越烈。一邊係本地傳統嘅茶餐廳、街頭小食店，成批咁掛出旺鋪招租嘅牌；另一邊係內地餐飲品牌以極快嘅速度搶灘登陸。大家去旺角豉油街睇下，而家嗰度都被稱為零茶街咗。短短100米內聚集咗至少7間內地嘅茶飲品牌。更關鍵嘅係，內地餐飲品牌帶嚟嘅唔單止係新口味，仲有一套全新嘅消費觀念。當香港嘅老字號仲係將3代傳承、純手工製作掛喺嘴邊嘅時候，新品牌已經用季節限定、IP聯名、會員積分呢啲玩法，重新塑造咗年輕人嘅消費習慣。本地傳統食肆嘅衰落，其實並唔可以簡單歸結為競爭失敗，更多嘅係傳統經營模式同現代消費需求嘅嚴重脫節。一方面，香港嘅租金同人力成本長期處於高位，本地食肆大多只能依賴小規模運作，試圖透過提高毛利嚟生存。但相比之下，內地餐飲一早就成熟，運用咗中央廚房模式，將食材成本大幅壓低咗差唔多20%。標準化嘅操作流程，亦都直接減少咗2-3個員工嘅開支。呢種降維打擊，令本地老店好難喺價格上競爭。另一方面，好多本地老店依然堅持我行我素嘅營運方式，覺得只要味道好，客人自然嚟，卻完全忽視咗而家嘅消費需求一早就變咗。而家嘅年輕一代出去食飯，已經由單純嘅食飽轉向咗追求食好，加上好體驗。佢哋更加在意呢間店裝修靚唔靚，適唔適合影相擺上網打卡。而本地好多食肆嘅裝修仲係幾十年前嘅老舊茶餐廳風。餐牌只有殘舊嘅手寫板，服務員唔單止態度生硬，仲唔熟悉各種電子支付方式，更加唔使提咩社群營運同客戶維護。呢種落差自然留唔住年輕客源。不過喺普遍嘅焦慮之中，亦都有啲本地品牌喺融合同衝擊中睇到咗機遇，開始主動尋求轉型。例如以中式餐飲為主嘅富林集團呢幾年就果斷減少咗大型中式酒樓嘅數目，改行特色小店路線。呢啲小店裝修新潮，食物賣相精緻，專門針對年輕人市場，既降低咗大型店面嘅成本風險，又迎合咗現代審美。喺呢個分享打卡嘅年代，佢哋仲會不定期咁同各種卡通角色做聯名活動，推出特色產品俾顧客去打卡影相。大家熟悉嘅香港本土點心店添好運，亦都借鑒咗內地嘅快餐化模式，推出咗15分鐘即點即蒸嘅早茶套餐，人均消費50港元左右，唔單止喺香港穩住咗腳跟，仲成功進攻內地市場，開咗唔少門店，變咗港味北傳嘅一個代表。當滿街嘅內地連鎖店逐漸變為常態，我哋需要理智咁看待呢一切。喺而家呢個快速變化嘅時代，即使係擁有幾十年歷史嘅老字號，亦都絕對唔可以抱住過去嘅招牌躺平。任何店鋪想要生存落去，就必須及時捕捉消費者需求嘅變化。喺菜式創新、服務態度同用餐體驗上都要不斷升級。逆水行舟，不進則退，利用現代化嘅系統去控制成本，提高效率，係生存嘅必修課。時代嘅車輪滾滾向前，呢場飲食界嘅變遷對於老字號嚟講係一次殘酷嘅淘汰，亦都係一次重生嘅機會。只有走差異化嘅道路，配合積極嘅宣傳，同時死守住好嘅服務同食品品質，先至可以喺呢個大洗牌入邊生存落去。雖然新舊交替係再自然不過嘅商業規律，但眼白白睇住一個個承載咗無數人成長記憶嘅老店，因為各種無奈班門結業，作為香港人，心入邊肯定係無比惋惜嘅。
呢啲老店嘅接連退場，帶走嘅唔單止係嗰啲以後再都食唔到嘅熟悉味道，更加係嗰份得閒飲茶時街坊鄰里之間濃濃嘅人情味。